耶和华是我的溃力，也是我的盾牌。我的心，我靠伊，我就得到帮助。所以我的心大欢喜，我要用我的诗歌而乐伊。三国来吟圣诗305首，我的心神你着唱歌，请起立。请咱由阮徛地，用主甲是咱的祈祷文，三甲要来祈祷。愿伫天你的父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人亲像伫天人。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传阮入去去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煞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。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路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，上天，搭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国我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甲来启应，启应文第50篇，也就是以赛亚61章。至关上主的神临到我，找我去传好消息，互善车人，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。宣布上主稳待人的年，安慰所有悲哀的人，伫锡安悲哀的人，欢喜的油代替悲哀，因受称作公义的树。我要用信息甲因报赏，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。最声，所有看见因的人为信任，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。咱三甲额头来祈祷。创造宇宙万物、万权能的主上帝，
感谢你的引带甲保守，互阮逐人平安过日。特别是伫即个旧历7月，也就是鬼月时，世俗人有侪的禁忌，心内无平安。总是阮无得惊，因为知影你赢过一切的关系。阮要伫你的灵里得到自由甲平安。主啊，阮也要为着阮的囝儿孙来祈祷。国级的学校陆续开学，伫即个科技发达、变化快速、引诱侪的年代，求主你赐予阮的囝儿智慧，知影分辨啥物是真，啥物是假，啥物是好，啥物是歹，也互因若长大，若知影你伫因生命中水的旨意。慈悲怜悯的阿爸爸上帝，阮也要为着丧失亲人以及身心灵受苦的会友来祈祷，求你特别眷顾，无论是身躯的，还是心灵的，借着医生的手，借着你医治的大能，互因的心得到安慰，互因的治疗会当顺利。虽然艰苦，总是你的灵扶持因，也加添因信心。要完全恢复健康，因为你讲求就要爱得到，你的话必定成就。阮安尼祈祷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了，咱要请圣歌队《上帝平安的约》。
感谢圣歌队水的服侍。恭托上帝话，记载伫诗篇128篇第1节到第6节。既若敬畏耶和华，行伫伊的路下，迄互人有福气。你要食你的手着磨所得到的，你要享福，事事亨通。你的某伫你的厝的房内，亲像结侪侪果子的葡萄树；你的囝儿围累你的道，亲像橄榄栽。看敬畏耶和华的人，的确要安尼得到福气。耶和华要对锡安赐福你，你一生要看见耶路撒冷的福气。你要看见你的囝的囝，愿平安归伫以色列。讲道，请道总信牧师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。两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你一开始来邀请咱大家往你头前后边兄弟姊妹，你大声甲讲，看到你真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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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啦，当看到咱大家三个礼拜日透早，咱伫遮组织敬拜咱的上帝，真正好。有两个问题要来甲咱大家问一下，但是这两个问题有可能要用华语来问，才问会出伊的精髓啦。第一个问题咧问讲，世界上世界上最好喝、最能解渴的水是什么水？活水。哎，有信心，真好。佮有啥物水？啥物水上好？会知影林技术讲矿泉水上好。佮有无？什么水最好？白开水、流水。哎哟，咱生活真正足实在的，但是无人会去感觉这上好吗？薪水上好。第二个问题来啊！世界上最迷人、最美丽的花是什么花？越来越实在了，越来越实在了。有钱花最好啦，吼。当然，滚生钱归滚生钱，可是有钱真的很好。但是有钱真的很好，你也感觉讲是因为咱要去买什么物件，得当买什么物件；咱要去倒耍，得当去倒耍；咱要完成什么愿望，得当完成什么愿望。也是咱感觉讲有钱真好，因为咱会当透过这个有能力的金钱的部分，咱来服侍人、服侍上帝。就亲像伫咱的教会，咱有真侪无同款社区的活动、聚会等等，咱欢迎其他社区的朋友，因愿意的，拢会使来参加这的班。所以每一年，咱的教会嘛拨袂少的经费，伫遮咧支持遮的手机班也好，长经乐班也好，甚至有当时啊，伫咱教会有幼儿园，伫咱教会有主日学、有少年团契、有青年团契等等。咱若要伫教育顶面来投资，咱若要伫教育方面来服侍遮的小朋友、遮的学青，有当时啊，遮金钱的投资、遮的时间的陪伴，嘛走袂去。所以咱也感觉讲有钱真好，是因为讲咱会当透过金钱来帮助真侪需要帮助的人。安尼我相信钱不只是好，更加有真侪的意义啊。所以同款，则有一个问题要甲咱问：伫咱的生活中间，什么上好？钱免阁讲啊吼，什么上好？啊？健康上好，真的。前一两礼拜我就感觉真正健康上好。前一两礼拜真正补一个规个身体状况足无好诶。佫有啥物？除了健康以外，平安上好。啥物？喜乐上好。佫有无？我想到都有人咧讲平安喜乐上好，已经特别接近我等下要甲咱大家讲的答案啦。我想这无绝对的物件，因为当咱无健康的时阵，咱绝对感觉健康上好；当咱事业、读册可能拄着一寡困难的时阵，咱有可能智慧、财物上好。所以这甲咱有当时啊，咱所处的环境有关系。但是这个问题要问咱的是：什么上好？
大多华语礼拜有人讲出我想要听的答案哦。咱台语礼拜搁较侪人哦。有人想会到我想要爱听到的答案无？信耶稣、信仰做礼拜上好，感谢主。但是这个答案，若是信耶稣上好，做礼拜上好，信仰上好，我嘛要请教咱兄弟姊妹一个问题：你毋免举手，咱家己想就好。伫过去咱的日子中间，咱教因为咱感觉讲信仰上好，信耶稣上好，来教会上好，咱捌将耶稣介绍互咱的亲戚朋友，咱捌带迄款也未捌主耶稣的人踏入教会过咧。咱捌安尼做也无？因为咱若确信信耶稣上好，照道理讲，咱应该一直为着咱未认捌主耶稣，未来到教会的亲戚朋友来祈祷才对。咱若感觉信仰真好，有当时咱应该嘛肯半一点仔时间，咱去探访遐未认捌主耶稣，毋捌踏入教会的一寡亲友好处边才对吧？甚至有当时咱看到咱有手机班，咱有长青乐活班，咱有幼儿园，其实咱会当有足多机会接触到咱社区真侪无共款年龄层的朋友。咱会有当时半一点仔时间来到手机班、长青乐活班，还是幼儿园，咱家己关心无？有当时人咧讲，逐项宗教拢真好，宗教拢咧劝人为善。但是前2礼拜咱有讲到一个概念，其实基督教认真要来讲，伊袂使叫做宗教。咱前2礼拜咧讲到就是基督教英文是 Christianity， 但是这个 Christianity， 咱所讲到伊延伸出真侪无共款的意义，这意义拢甲基督有关系，这意思拢甲耶稣有关系。所以我甲大家分享内面有一个延伸的意思，我足爱的，迄叫做咱甲基督的关系。咱甲基督的关系，就是讲，对我来讲，基督教伊毋是一个宗教。基督教所咧讲的是咱甲上帝的关系，咱甲基督耶稣的关系啊。所以，过去初代教会因咧领受圣餐，常常有一种的做法，亲像咱有可能现代社会时间咧转足紧，时间咧走足紧，就亲像迄阵我拄来到教会的时阵，思涵嘛有甲我讲过，就是讲牧师。咱若华语礼拜的讲道20到25分钟就好，是台语的礼拜会当较长一丝差不多25分、30分安尼就好。因为咱真的转速真紧，有的人有可能礼拜刷，还有其他无共款的安排等等。但是你初阶来教会讲到领受圣餐这项事，伊毋是像到咱现代的教会，咱就放伫礼拜的定事内面的一项。初代教会因常常最爱做的一项事，就是讲有可能一讲道就是讲1-2点钟、2-3点钟，所以当你咧听讲道听1-2点钟、2-3点钟了后，你安那？真忝，安尼阮做讲者爱检讨，听2-3点钟讲道了，安那？巴肚枵吼，恁愈来愈实在啊，巴肚枵。所以，你初代教会因会做的代志，就是咱听讲道了，咱做伙来先食饭。透过食饭，也有一个真好的用意，就是讲，当咱做伙食、做伙开讲、做伙食、做伙开讲，咱会当有一个较好的关系。甚至咧食饭的中间，有可能有迄个制造一个迄个机会，互咱就是咧讲，有当时伫教会内面，咱难免会因为观念无同、做法无同，你。彼此中间有可能就有一寡无爽快来产生，但是咱若因为观念无同、做法无同，或这个彼此无爽快来发生，其实是做唔好的。所以初代教会因的做法就是讲，当咱要进行圣餐进前，咱先来先甲身体的需要顾好、食好饱。透过这款的机会，咱玛利亚会当有机会开一个讲，好好咱的关系。当咱的关系好好了后，咱才做伙来领受圣餐啦。也就是讲，伫圣餐的中间，咱人甲人的之间关系要好好，咱甲基督耶稣的关系，咱甲天父上帝的关系，咱就要好好。
若是安尼，咱领受圣餐，迄个意义会更较大。所以有当时啊，伫即个中间，咱有好好的关系，竟然要因为安尼会当看到咱学生，咱是主耶稣的学生。所以不管安怎是安怎，伫圣经内面一直咧甲咱提醒，一直咧甲咱提醒，毋通离开教会，咱着爱不断来守着聚会啊！因为咱的信仰是一个团体信仰，咱需要过着一个团体信仰的生活。我嘛相信，信仰对咱来讲不止如此，信仰对咱来讲不止安尼尔。特别是咱的信仰，有当时啊，会当帮助咱咧面对真侪无共款的人事物的顶面，会当真做有咱真好的帮助。特别是过去的一两礼拜中间，因为咱真可惜，咱的用路上，咱的工厂长老煞了因伫世间的艰苦，先离开咱，倒转去天顶的家。伫遐咧准备这前两礼拜的中间的准备。互我去想到过去伫南部牧会，我捌拄到的一项事。迄项事就是教会有一个长老娘伫病院内底来过身。当平常时看起来，大家拢是好朋友的好厝边，一听到教会要办告别式的时阵，有一天的下晡，因120人招的来围教会，围教会了，就一直甲我叫，一直甲我叫。我就想讲是啥物代志，落去甲因看卖一下。一开始，因还阁真好咧来问讲，是毋是咱教会伫当时要来办一个告别式？我讲是啊，好，因的消息哪会遮尔紧？下早做礼拜周报才看这个消息尔，因就随知。但是因来毋是咧关心讲，咱这个过身的长老娘，因的厝安怎，因的亲人安怎，毋是，因就开始咧讲，安尼袂使，教会袂使办这个告别式。我更加无了解是讲，进前毋是有办过几场的告别式过啊吗？是安那即道特别来甲教会微调的，讲袂使办告别式咧。原来因就是咧讲，这个长老娘是伫村的外口，村庄的外口过身去的。伫因这个庄，因有一个习惯，只要咱亲情好朋友伫庄外过身，都拢袂使阁将因带倒转来庄内面。我无法度了解，就是甲因问讲，但是这里庄外过身的，嘛是咱的亲人，嘛是咱的好朋友、好厝边啊。伊讲无，毋是安尼，因的礼就是安尼。你也伫庄内过身的，迄拢无问题。你庄内过身的拢无问题，但是只要你村庄外口过身的，不管是安那理由过身的，拢袂使带倒转来村庄内面。同款。我迄个无明白，搁再问第二遍。但是这是咱的亲人，这是咱的好朋友啊，好厝边啊。特别是咱话，就算做无亲情关系，咱做伙做一个好厝边，伫庄内面，咱几十档的好朋友，是安那袂使？因就开始有人不耐烦啊，有人开始表情咧变啊。恁信耶稣的，恁毋知啦；恁信耶稣的，毋知啦。袂使就是袂使。所以因当场开始鼓励哦，120人伫遐，因开始鼓励哦。比如讲，这个人伊的爸爸妈妈伫庄外过身，袂使转来；这个人因前一站伊的哥哥才拄伫庄外过身，袂使。另外，迄个因后生伫外口过身，同款拢不准转来，就是不准转来。恁敢知影是啥物原因？这毋是咱的亲人吗？这毋是咱的好厝边好朋友吗？是安怎伫庄外口过身呢？不管是伫病院，不管是发生车祸意外，不管，袂使就是袂使。后来因有人讲，袂使啦，庄内过身咱都无法度，庄外过身的因若倒转来，恁信耶稣真正毋知影讲，阮足惊因倒来了，会去甲阮冲着、煞着。冲着、煞着是啥物意思？冲着、煞着是啥物意思？就是因足惊讲，咱遮的亲人朋友伫外口过身了，过身就过身啊，毋通倒转来。因若倒转来，甲咱冲着、煞着，会甲咱害啊。
所以咱看到7月时，农历7月佫到啊，7月时四界拢咧拜拜啊，无甲遮好兄弟款待好好，无互因食好饱，等下甲咱捣蛋啊，等下甲咱冲着线着甲咱害啊。迄个无明白，伫我脑海咧转，就是咧讲，虽讲我真无孙啊，但是我的想象就是讲，咱要疼咱的囝儿都袂赴啊。以后咱的囝儿啊，真正结婚，真正有孙仔陪出来的时阵，咱要疼这个囝孙仔都疼袂赴啊。咱哪有可能当咱过身的时阵，咱要倒转来甲因冲、甲因杀、甲因害咧？但是后来我想到一项事，迄项事就是讲莫怪，伫咱教会有真侪做医生的，凡是因看足侪即款的情形，其实有的真正判病真严重的，甚至伫病院内底有可能拢爱靠着机器，才有法度喘气，靠着机器心脏才会跳，血液才会芳的。咱拢知影讲，伫咱的礼仪内面，只要即个机器甲关掉，咱人当场会得过身去啊。但是我即阵才了解讲是安怎讲。咱若理智拢知影讲，当即个机器关掉了后，人就过身去啊。但是不管安那，咱嘛是要佫叫着一台救护车；不管安那，咱嘛是要佫用一个呼吸器，安尼叮嘛无要紧，要甲送倒转甲厝，互伊伫厝内面了后，即个呼吸器揢掉，才来叫做人过身去啊。迄个时阵，我真正了解；迄个时阵，我嘛才真正了解讲，原来。无认捌耶稣的人，对死亡这项代志，有的人真正非常惊吓，非常惊吓。但是咱会当看去，比如讲拜五伫永路上的个别礼拜的中间，伫咱的个别式，其实伫教会个别式，咱会当感受到，迄是一个真正珍贵的时刻。伫迄个时刻的中间，咱至亲好朋友三角斗阵，迄是一个咱会当互相安慰，咱会当互相。来，这关怀，迄是咱伫遐会当互相彼此祝福的时阵啊。当咱看到这亲友来的时阵，甲咱永路上哦，比如讲太太岳英杰，也是甲因的后生查某囝莫做伙伫遐互相安慰、互相关怀的时阵，咱教会个别式，因为有基督的信仰伫这个中间，敢毋是真正温馨可爱吗？所以咱通看去，无同款的信仰其实差别足大。无同款的信仰，毋是只是你讲信仰都是劝人为善，信仰都是好的，不只是安尼尔。所以大概差不多10通当前，我认捌一个朋友，迄个朋友甲正阮拢常常还搁咧联络。10几当前，我拄仔认捌伊的时阵，伊才拄仔正对基督徒几年久尔。伊有一道伊甲我讲，恁遮的基督徒吼。我就想讲，啊，你毋是基督徒吗？但是讲，恁遮的基督徒吼，信耶稣遮尔好，是安那过去60当的时间，伊身边的好朋友遮好，遮基督徒，无人甲伊讲信耶稣遮好，无人甲伊带来教会咧。所以我甲问讲，啊，无你是安那诚做基督徒？你是安那踏入教会？伊讲是有一遍，伊去拜访客户。对客户遐咧倒转来的时阵，对客户的厝倒转来的时阵，伫遐咧赛车，啊赛车有可能太阳已经小可甲西下，亲像夕阳的搁较进前安尼，啊有迄个光就照入来伊车的头前，迄个光照来的时阵，伊讲奇妙的事发生了。伊看到迄个光内面有一个人影，迄个人影甲讲，着爱去教会，着爱去教会。当伊咧甲我讲这个故事的时阵，圣经内面有一个记事，随伫我的脑海里面出现。你知影迄个记事是倒一个记事无？啊？保罗怎么样？是啊，迄阵保罗还阁少年，圣经记载着少年的保罗的时阵，还阁是用伊希伯来文的名叫做扫罗。扫罗伊讲伊迄阵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，所以伊要前往大马色。去掠基督徒，要迫害基督徒的时阵，伫大马色的路上，伊看到迄个光，伊看到迄个光，迄个光内面，主耶稣甲讲，主耶稣甲呼召，主耶稣互伊认捌，耶稣就是主。
所以当伊安尼讲的时阵，我嘛感觉足稀奇，伊哪会去看到这个光景？所以当伊到厝了后，就去教会，这项事伊一直放伫心内。啊，伊就想着讲，伫因兜附近真正有一间教会，啊无来教会行看看好无？伊一遍、两遍去到教会了后，伊感觉讲，哦，来教会真好。教会内面唱的诗歌，互伊感觉真温暖，感觉真亲切。教会的人，互伊嘛感觉真温暖、真亲切，因为行入去了后，大家会甲伊拍招呼。所以伊嘛对透过圣经的教示，知影讲，到圣经内面足重视家庭关系，足重视人甲人的关系，足重视咱甲天父上帝的关系。所以回去了，伊就感觉讲啊，安尼我爱对家庭开始来改善亲子关系。同款，伊咧做生意的过程的中间，伊会感觉讲，安尼咱不只是讲做一个有诚信的商人而已。伫这个有诚信的商人的中间，伊嘛感觉讲有机会，伊嘛要甲伊的客户讲，信耶稣就好。豆豆安尼，伊发现人甲人的关系变好啊，家庭的关系变好啊，所以伊就足爱后来甲伊的太太抓来信主，后来佫甲伊查某囝带来信主啊。伊讲，当伊去到教会几遍了后，伊才发现一样代志。迄个代志就是，当伊咧赛车看到迄个光内面迄个人影，安那甲咱教会咧画耶稣迄个图，迄个人作成的。感谢主，若是真正有这项事发生伫伊的心上，这真正是神迹奇事。但是我所看中的神迹奇事，毋是迄个光影。我所看中的神迹奇事，是因为伊透过来到教会了后，伊知影来教会好，信耶稣的好，伊豆用伊的耐心，将伊的太太，将伊几个查某囝带来到教会，平平正做上帝的囝儿啊！所以你有影这，信耶稣这项事，不只是一个信仰。就亲像我大多数咧讲的，1、20个人围伫遐的时阵，因心会惊吓。所以当我甲因讲，但是咱真正惊吓，甲讲连教会办一个告别式，只是甲迄个骨灰往骨灰坛客就当安尼尔，咱嘛惊到这个程度吗？因有人甲我问讲，毋知是我台语讲了无清楚，还是伊甲我问讲。骨灰坛、骨灰瓮啊，无观察吗？我讲无啊。今仔下早啊，教会周报咧牵酒、牵告别式的时间等等，无特别去牵着讲有观察要温倒来啊。因为因的顺序就是会先火化，啊火化了后，甲迄个瓮啊摕倒转来教会做礼拜安尼尔。当因听到了，因就讲歹势，误会。啊，就有3、4个伫遐一直甲我回信咧，伫遐回信咧过程中间，我发现一件事，包括其中有一个哦，有一个迄阵还未甲代志弄清楚进前，伊一直讲，只要教会假办告别式，伊绝对闹人来告别式来闹，甲我呛声呛上厉害，迄个尾仔毋知当时多无伊哦，啊，迄1、20个就安尼一个就宣了去啊。我就想啊，大家毋是而且骂甲足厉害的，是啊人怎无伊，剩3、4个佫留伫遐，一直咧回事咧。所以我才佫进一步来了解，原来观察袂使，骨灰瓮可以啦。但是这就是倒转来甲咱大多所讲的，观察内面倒的嘛是咱的亲人，敢毋是？观察内底倒的嘛是咱这好厝边好朋友，敢毋是？但是因为对着死亡的惊吓，因的反射对迄个观察，反射对迄个人过身了后留伫这个世间上上尾仔的肉体，以后有机会，佫甲咱讲，人咧讲的一句话叫做“没有最扯，还有更扯”，有的人惊到什么款的程度？但是不管安那，这就是咱所咧讲的。若是一个迷信者后来进入教会，伊会感觉讲来教会真好；若是一个民间的宗教，不管因信仰甲偌虔诚，拄着死亡这项事的时阵，惊吓到迄个程度，咱就爱知，
基督的信仰不只是咧甲咱讲宗教的事，基督信仰不只是咧劝咱做善事这项事尔。当咱人甲人的关系好好，当咱亲子家庭的关系好好，当咱甲爸上帝的关系好好的时阵，人要看到信仰伫咱的生活中间迄款的力量啊！就亲像讲，大咱所看到的有一句话咧，甲咱讲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。我毋知咱有法度了解圣经咧，甲咱讲的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，一句话意义，一句话意思无？有一段圣经，咱先来读一遍，咱做伙开嘴来读。上帝要用伊的道路教示咱，咱也要行伊的道路。耶和华的话要对耶路撒冷传播，敬畏耶和华、行伫伊的道路顶的人，就会得到福气。耶路撒冷对犹太人来讲，不只是一个圣城。耶路撒冷会变做犹太人感觉的圣城，不只是伫这个城内面有一个圣殿，更加宝贵的是因为犹太人相信耶路撒冷城、耶路撒冷的圣殿，这是上帝甲咱斗阵的所在。上帝的话语要对这来发出来，上帝的话语要对这来发出来，上帝的教示要对这来教示咱。这个所在是有上帝的平安甲喜乐伫遮。所以我所要问咱大家一项事，就是讲，当咱台北南门教会建立这个社区的时阵，咱台北南门教会敢会当成做这个社区的耶路撒冷？当咱有新的朋友、新的亲人，毋捌人毋捌主耶稣，或者亲友踏入咱台北南门教会的时阵，伊是毋是会当伫遮听到咱充满着上帝的话语的好处？当伊来到咱的中间的时阵，伊是毋是会当去体会到、领受到上帝属天的平安甲喜乐的好处？所以，伫今仔日咱所读到的经节，真正安尼来甲咱讲，敬畏耶和华、行伫伊的道路顶的人，就会得到福气啊！就亲像大所咧甲咱问的迄个问题。当然有一点半开玩笑，检采嘛对有的人来讲真实在，因为我嘛相信，咱无去无去钱掠咧走的人，有可能无法度来了解有钱真好的原因。但是对咱来讲，有钱真好，但是真正能够解我们生命里面的需要的这个水，应该是基督耶稣这个活水才对。但是这个基督耶稣这个活水讲起来真简单的几个字尔，但是伫咱的生活、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真正有一款的体会无？咱若真正有一款的体会，我绝对相信，咱知影信仰的好，知影基督耶稣的好，咱就会想要报人知啊。就亲像这有一段经文，咱嘛做伙来读。无得因为你的少年，互人看轻。就伫讲话、伫行做、伫仁爱、伫信、伫清气，做神的人的模样。虽然这是保罗咧一个少年当刚提摩太所讲的话，但是我嘛相信圣经的话伫遮留落来，嘛平平咧甲咱的这个时代所有的人咧讲啊。伫讲话、伫行做、伫仁爱、伫信、伫清气，做神的人的模样。不止如此，我嘛相信无信的人、无认捌主耶稣的人，会因为看到咱安尼做，知影咱是主耶稣的学生啊。迄阵我拄仔来到咱教会的时阵，什么人是什么人，真正还佫搞不清楚。迄阵有听到梅子姐有需要人去甲因探访，我就伫咱教会的关怀组内面问讲，有啥物人会当带我去、陪我去梅子姐遐探访无？因为第一我毋知影梅子姐是啥物人，第二我毋知影伊住伫倒。感谢主，当我安尼问的时阵，真紧就有回应，包括梅子姐弟弟甲弟妹月华姐，包括梅老师、苏关姐等等。但是当我干约的时间到，我看到咱月华姐真好，咱梅老师真好，看起来拢应该是差不多咱相年的年纪。既然第一个时间讲要陪我去探访的是这个相年，去到梅子姐遐的时阵，咧甲因伫遐咧谈话，我感觉规个过程，互我感觉
做戏剧的，迄款的戏剧就是讲，你即几个我的长辈中间，因的讲话，因的行答，互我听到看到，就真正亲像即句话共款。特别伫遐，我听到讲，迄个梅老师今年年底要满偌济岁时阵，我惊一条。第一，我看袂出来伊的会所有安尼；第二，梅老师到伫遮，会所我会使讲吗？还是咱知影梅老师年底几岁？几岁？90吼，无毋对。梅老师今年年底要满90岁了，要满90岁了。所以我足钦佩，就是讲，一个90岁是大人，伊毋是坐伫厝咧等人来探访；一个90岁是大人，伊毋是坐伫厝咧看讲牧师当时要来，中职当时要来，咱兄弟姊妹当时要来甲关心，要来甲探访。伊90岁啊，伊既然是第一个报名，甲我举手喊要讲，伊要陪我出去探访的。你讲话，你行做，你仁爱，你信，你清气，做正人的模样啊！所以有当时我就咧想讲，当我迄阵咧看咱的资料，看到咱的关怀组组员非常济，我嘛咧想，毋知敢有可能咱的关怀组组员会当3、4个一组，3、4个一组，比如讲每一个月就出去1、2遍的探访。咱若团契内底有关怀组，咱嘛会当一个月出去1、2遍的探访。来正做我的帮忙，啊无像中央长老都说清楚，最近这1个多月，我强要无闲甲变过。最近这几礼拜，我强要拢是周休半日。像昨思涵足可怜的，母甲伊代志做了的时阵，已经下暗10点啊。所以有可能咱也无了解的人，毋知影讲这1个半月，咱的办公室咧过什么款的生活。所以咱若有人会当帮忙来做探访，会当分担咱一寡代志，嘛会当将这个教会关怀的心带到咱的兄弟姊妹遐去。当然我嘛知，有当时啊，咱有迄个双薪家庭，吼，拢咧上班，倒来佫有囡仔，无闲甲要变过，无要紧。咱若是即个状况，互咱知，咱无需要讲一定爱去，因为有的人会感觉讲厝作乱的无款，歹势，啊，要佫款厝，吼，迄足麻烦的，所以规气牧师你毋通来。这咱嘛会通了解，咱正现代社会转速足紧，真正足无用的。但是咱若讲真正有人有需要关怀，有人有需要陪伴的时阵，咱会当安尼做，毋是足好的吗？甚至而且我嘛要鼓励咱每一个人，咱的时间真正有法度，咱的时间啊真正有法度，特别是咱若准是有一寡妇女伫厝里，还是咱有退休咧过退休生活的，咱拜日有啥物班？手机班嘛，手机班内底咧教一寡物件，伫咱的生活中间足好运用的、足实用的。拜日我伫遐听的时阵，我佫感觉哦，老师咧教咱遮的手机班的物件，我袂晓呢。本来我足想要坐倒遐继续听，只是因为最近真正足无用的，只好头前处理好，我就先暂时来离开。拜三下早啊，咱今晚要开始有一个查经班，这个查经班咱要改变一个方式，叫做生活查经。顶礼拜有来参加生活查经的，就知，比如讲咱的赵正兄、咱的赵爸，伫生活查经结束了，甲我讲牧师，吼，这款查经的方式足趣味的，原来读圣经会当读甲遮好耍。拜三下暗呢，咱的小祭司每2礼拜嘛有一道的聚会，伫这中间因嘛伫遐查经，而且查经不只是查经，因随便讲2礼拜聚会一遍。中迄个1礼拜，阮嘛开始，不管什么人是去带迄道的聚会查经的，伊嘛会教我先头前的1礼拜，阮先用网上聚会的方式，伫遐先讨论，先来看圣经。拜四咧，咱拜四会知有啥物？张金乐活嘛，啊拜四下暗咧，咱周报有看哦。读书会吼，读书会因即期所要用的这个是一本。前往天堂的巴士，因为我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安尼讲，生活查经咱会当互伊较活泼的，会当互伊甲咱的生活较接近的，甚至生活查经咱会当带咱一寡迷信社区的朋友来，迄拢无要紧。因为过去伫我牧会家己讲教会，就是因为阮的查经真活泼、真生活化，所以社区的朋友来遮读圣经了，读到有兴趣，后来就开始来做礼拜啊。啊，咱也感觉讲生活查经，乃讲甲足浅的。我想要研究圣经呢，真好啊！咱礼拜日有成人主日学，大卫巴生的课真好啊。咱就会当甲生活查经当做初阶版，把迄个
成人主日学大卫包森牧师，迄是我一个足敬佩、足敬爱的牧师，伊的讲道、伊的上课，当做咱的进阶版嘛。佮刷落来，《前往天堂的巴士》这本册，世界本啊尔，咱若小可安尼显，就一个故事嘛。但是小可安尼显，有可能咱看袂清楚，伊内底要甲咱表达的问题，要甲咱提醒的事啊。因为其实这本册，咱若真正要来讨论信仰，甚至要来讨论哲学。要来讨论侪性命的问题，这本册是足好的一本册啊。过来，咱拜五有啥物？拜五下早有妇女团契，啊拜五下暗咧，圣歌队。拜六咧，青年团契伫下暗，啊下晡咧，烘焙班嘛，是啊。最近这一两礼拜，因为咱圣诞节庆的总召集人是匡瑞执事，伊有机会甲我小讨论一寡代志。阮就讨论着讲，啊无12月25号，因为今年开始12月25号要恢复放假嘛。12月25号，咱来办一个福音茶会，好无？咱来准备一寡茶、一寡咖啡，啊，咱来准备一寡茶饼、蛋糕，邀请人来遮，甲咱食一寡下午茶，甲咱开讲。啊，咱的敬拜团便嘛，咱敬拜团当做 live band 共款，咱有一个现场演唱的乐团嘛，咱当带朋友来啊。后来我咧想着咧甲匡瑞讲，咱有烘焙班要开始啊呢。迄个咱前2-3礼拜吼，咱有一个小朋友的儿童夏令营，因有一个下晡本来有一个烘焙课，迄个烘焙课我都本来就想讲啊，一阵囡仔遐细汉，啊半晡会当学啥物烘焙，结果无想到讲感谢主，3礼拜前因会当会记起讲吼，咱教会有一个新来的牧师。所以因烘焙做了有一个新品，有起来分我食，食落去了，偌好食，你敢知？我就咧想讲，啊哪会遮小气，无加起2-3块来，真正足好食。所以我就咧想讲，咱的小朋友透过迄烘焙课，安尼尔做甲足好食，我相信咱的烘焙班更不得了啊！所以我咧甲匡瑞问的就是讲，啊无咱敢会当12月25来找烘焙班讲看卖一下。咱12月25的下晡，咱甲伊当做是一个烘焙班的成果展，好无？恁讲安尼有好无？好吼，因为我本来是咧甲匡瑞讲，安尼咱会当省足侪买蛋糕的钱哦。嘛开玩笑，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讲，学出来好的物件，咱爱分享嘛。分享的话，咱也会当甲12月25号下晡这个福音茶会当做一个咱烘焙班的成果展嘛，真好啊！结果匡瑞甲我讲，牧师，我有想到已经甲烘焙班讲好啊，要参加烘焙班，要赶紧去报名。到礼拜日咧，礼拜日有2场的礼拜。礼拜3中昼，咱有无共款年龄站，无共款的团契聚会，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咱唔通将遮咱遮济无共款的团契、无共款的聚会浪费去啊！咱唔通只有礼拜日到，时间到，咱来遮做礼拜，礼拜日结束，啊，咱就随离开去啊！圣经一直咧强调的是团契的生活，因为咱是一个团契的信仰。我嘛绝对相信，当咱伫咱大所讲的遮尔济无共款的团契甲聚会中间，咱若一礼拜中间会当找出2个、3个聚会去参加，你要相信无？咱的生活会更加精彩，咱的性命会更加丰盛啊！阿们嘛。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照一句话。歹势，我去拍着华语的，咱用华语做伙来读一遍，好不？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，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，愿我们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，愿我们这个社区的朋友，也是有一天咱真正带着迄第一道来甲教会的亲情好朋友，伊会当伫遮听到上帝话语，要对咱台北南门教会出去，伊会当伫咱遮看到。平安喜乐充满伫咱台北南门教会内面啊，阿们嘛。所以我绝对相信，当咱有法度安尼去做、安尼去行的时阵，天父上帝伊袂留落一项好的事，无要互咱呐。我嘛相信，天父上帝伊一定会将这个耶路撒冷所看到这个好处、这个祝福，伊要赏赐互咱每一个正直、敬畏、亲近伊的人啊。所以各位兄弟。咱真正所要做的，其实一个概念足简单，
就是军队主耶稣的脚步，就是军队主耶稣的脚步。但是唔听我安尼讲哦，军队主耶稣的脚步哦，8字尔，足简单呢。真正要做无遐简单啊！真正要做无遐简单啊！但是咱若甲基督徒的8要放伫咱的生活的中间，咱将基督徒的8要，基督徒8要是哪8要？咱知影无？毛紧有时间，咱再过来讲。基督徒8要，咱也将信仰成做咱生活的一部分，咱将基督信仰成做咱生命一个部分，我们不会觉得是负担呐。我们不会觉得很多事情都做不到，因为当咱习惯安尼行，当咱习惯话安尼讲的时阵，这会成做咱生活生命的一部分。不但我们不会觉得是负担，我嘛相信，可能咱应该嘛有一个感觉，外口的人有当时咧看咱的基督徒标准无同款，因感觉咱基督徒应该是好的，应该是良善的，应该是什么的。所以你敢知？我伫外口咧行搭讲话，我拢爱做注意的。因为过去我咧读学校的时阵，比如讲我咧读高工，比如说讲咧读高技大学，我的边啊，因为读的是机械，读的是工业管理，边啊拢一群男同学三个做伙，因上ou讲的是啥物话？我有同学，伊也头前无一日迄啥物出来，无迄个语助词，也别话袂晓讲呢。所以我就一直爱提醒我，一直提醒我，大家拢是好同学、好朋友，但是因作习惯讲遐个话，咱毋通习惯安尼讲，因为咱要行出耶稣学生的模样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，愿这个祝福、这个平安、这个喜乐，平平伫咱台北人门，充满伫咱的中间。三甲来祈祷。阿爸，爸，阮的上帝，愿你丰富的恩惠，你真理的话语，你拢赏赐互阮。愿你伫阮的生命中间，你来成做阮的保护者，成做阮的避难所，互灾害袂去夹着阮，互丧凶甲欠亏袂接近阮。因为阮知你丰丰富富的恩典，总是温上加温，要赏赐伫阮的心上。愿圣神帮助阮，用欢喜的心来亲近你。用喜乐的心学习，搁较听你，也恳求你赏赐，互阮有教养的能力，赏赐，互阮有教养的能力来听阮的兄弟姊妹，伫这个地上透过阮的服侍人，阮也来服侍你。安尼祈祷拢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三甲来吟圣诗593首，拄着试炼，才会为你真艰苦，请起立。主的恩赐你
咱请叶宏一、李义新执事来书献。奉献的诗，请起立。会众请坐。这点我来报告。第一，欢迎大家来参加礼拜。礼拜后请老婆互相请安交谊，到地下室享受爱餐。这礼拜是搬石团客来服侍。小会公告，咱小等请吴中勇长老来报告。读册会拄讲道有讲到吼，开往天堂的巴士读书会白佑谦长老主理，9月18拜四暗7点半伫办公室举行，总共有7摆，有兴趣的兄弟来办公室报名。信学小组9月21 12点半伫6楼进行第4季的事工会议，请同工留意参加。具体的消息。李甘祥长老伫8月24安孝主怀，享年85岁。伫本礼拜一，也就是明仔载上午9点半，伫怀爱馆的挚爱视厅举行日念悔法礼拜。下晡1点，伫本会举行告别礼拜。然后安置伫平安堂，愿主保守安慰遗族。团契消息，妇女团契即礼拜5开始恢复聚会。林慈韵牧师娘分享你的名字，欢迎姊妹来参加。夫妇团契9月份的例会伫后主日礼拜后爱餐了后12点半伫教会5楼举行。邀请道宗信牧师专题演讲，阁有委员的改选，请大家踊跃参加。教界的消息，甲大道事项，请大家家己来看。今仔日爱先报告。大家平安，我来补充这个小会公告的部分第2项。这是要报告中级选举的日程吼。咱今年度的中级的选举对这礼拜开始就进行。今仔日要进行的是咱看这个 PowerPoint 9月17伫周报顶头有提供执事候初选人的名单伫周报的第7面，请咱家己看吼。这个今仔日这个是互咱这个周报你摕转去参考吼，你摕转去，因为这内底差不多有149个人吼。那你后礼拜要初选的时，你向要看要选4个人，你无法度选，所以互咱摕转去参考，咱先看。
啊，后礼拜才要初选吼，会记诶吼。伫旧年有人吼，有人拢无咧听啦，伊就安尼9月怎礼拜了就摕互我讲我选好安尼吼。啊，佫有一个上特别诶，怎啊甲第7面吼掠起来，等落去迄个奉献地吼。所以你等下边仔诶人，你若听到边仔有人咧掠酒杯声吼，爱替我甲阻止一下。吼，啊，9月10，所以今仔日是请大家参考这名单摕转去。9月14后礼拜有执事的初选吼，咱要选4名，对内底要选4名吼。啊，9月14甲9月21，公告陪参会员的名单，就是讲你有投票权的人，拢伫顶头吼，会公告。9月28才正式的好会，咱有要改选3位长老甲4位执事吼。啊，过来就是10月初5甲10月12，爱公告2礼拜，吼，当选啲名单公告无意义，啊才会当就任吼。啊，咱就任到10月19，新任的中执要就任，啊任期4年吼。咱规个过程大概就是安尼吼。啊，因为咧长老教会的选举是真教法，拢爱教法规行吼，所以来趁这个机会啊，互大家一个学习的机会啊。咱的选举大概都是拢安尼咧进行。吼，以上报告多谢。咱今仔日张永乐的家属有伫咱的中间吼，咱请因起立。啊，愿主安慰，啊，继续带领头前的路站，吼，也请坐。啊，另外有一位黄文杰先生，嘿，咱欢迎吼，啊是桃园内力教会，哈，啊是大牧师的朋友，欢迎恁来，请坐。啊，搁介绍一位老朋友啦，吼，硕伦，赖硕伦执事，哈，伫楼顶。啊，因为因代便伊派去哈佛大学进修2年，吼，啊9月初伊打转来。啊，讲去的时是3个人啦，即马转来，敢若后个月吼，升级4个人吼，咱甲恭喜，啊欢迎因规家转来。好，咱来行平安礼，请，等一下。感谢长老的家属，请伊起立。好，咱来行平安礼，请起立。
三甲来吟圣诗396首，打马散花求主赐福。吟诗线，请牧师祝祷。愿被上帝的阳光今日照伫咱，开阔咱的境界，丰富咱的生命，佮保守咱心心灵健康。愿被上帝丰丰富富的恩典，主耶稣的慈悲佮怜悯，信实的保守佮引带，拢甲咱以及咱的亲人三个弟弟，对即时伫个永世大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默祷闭会。